歡記豆腐花嘅故事始於1981年，創始人憑藉手推車一桶桶豆腐花喺澳門街頭巷尾累積街坊口碑。經歷多載，現任負責人黎柏雄承接起父輩生意。接手之初，觀察到澳門豆腐花同豆漿多出現喺早餐店或者係傳統嘅甜品店，不甘於一成不變，決定深耕豆類衍生品，走專賣店路線。咁咧，我接手爸爸咧，應該係6年前咁上下啦。咁我爸爸其實係好寡嘅，得豆花同豆漿，咁就叫我翻嚟幫手做。咁慢慢賣咗一段日子咧，我就諗住咧就會開分店。咁我就諗一連串產品先開。咁啲人睇，哇！豆花豆漿你都有20幾款嘅，喺澳門你應該揾唔到第二間有咁多類型嘅豆花店，亦都係我哋係專門店。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話，喺社交平台策劃小眾文化路線，放大店內木頭手推車打卡屬性，推出打卡贈配料活動，將情懷轉化為自然流量。針對居民就推出電子會員制，穩固日常回頭客，設立招牌傳承區。原味豆腐花堅守傳統工藝，以及係留住熟客，設立潮流創新區，推出斑南豆花、豆漿冰沙等，巧妙咁平衡新舊口味，全面滿足唔同年齡層嘅需求。而家做生意咧，宣傳好緊要噶嘛。咁我見我自己打開個電話，個都做緊視頻去宣傳自己鋪頭，其實啱嘅。定時睇你啊，啲人會諗起咧，就會有 noise。咁我哋又會做我哋嘅好正經嘅宣傳片又有啦。搞笑嘅宣傳片又有啦，所以我永遠咧嗰條片出嚟有流量咧，嗰排真係好生意好多嘅。中銀中小企服務中心建議結合澳門旅遊資源，推廣歡記40年手推車創業故事，推出分店限定口味同跨店優惠，搭配在地 KOL 探店同旅遊平台曝光，打造澳門豆腐花打卡路線，結合下環街同氹仔社區特色，吸引居民旅客跨店打卡分流，堅持每日手工磨豆，無添加豆花特色，拓展外送團購渠道，同澳門美食節及本地企業合作推廣，推出節慶限定套餐，聯合外賣平台分擔租金壓力，穩步提升銷量同訂單。咁展望就係生意會好啲，同埋帶俾多啲人食豆花豆漿嘅文化咯，係健康咯。最值得我感動其實係咧，有啲人咧帶住仔女嚟，哎呀，我細個就食你啲豆腐花豆漿㗎啦。有時直頭係3代咁帶上嚟一齊食，咁呢個係令我好感動，好有決心去繼續走落去咯。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劉丁紀博士話，強調來澳必食嘅豆腐花品牌，歡記豆腐花嘅最大優勢係街頭起家加手工磨豆加繼承人發揚光大，亦都係唔少澳門典型小食美食品牌成功嘅發展故事。強化社交平台，透過短影片、圖文敘事進行品牌宣傳，呢部分歡記做得特別好。有好多幽默生動嘅 AI 短視頻，能夠捉住消費者嘅眼球，深得年輕族群嘅喜歡，能夠提高品牌信譽，打造澳門來澳必食嘅豆腐花品牌。